Shalom，大家好。今日帶大家參觀新約聖經提到嘅低加波利城市之一 Hippos。佢係位於加利利海東岸嘅而家嘅 Kibbutz En-Gvir 以東嘅一個山。佢個位置對岸就係提比利亞市同抹大拉嘅故鄉。希布斯希臘文 Hippos 意思係馬，而佢個阿蘭文嘅名叫做 Susita， 都係叫做馬。由於山上嘅地形好似馬而得呢一個名，馬就成為呢個城鎮嘅象徵。希布斯係半自治嘅城邦，呢個城市仲鑄造咗自己嘅硬幣，上邊仲刻埋一匹馬嘅形象。以前繁榮嘅希布斯城，而家只是一個600米高山頂嘅廢墟。呢個遺址係以色列北部最出名嘅考古遺址之一，但係呢個地方經歷咗無數王朝嘅摧毀同埋重建。最早大約公元前200年嘅希臘時期，西流基王朝就喺山頂建立咗一個新城市，就叫做安提亞希布斯，後期先改名叫做 Hippos。呢一座城市好快就變成一座城邦，而且好快繁榮起嚟。喺公元前83年，呢一座城市就俾猶太人嘅哈斯摩尼王朝征服，而呢一個居民亦被歸化為猶太人。呢一個城市亦被加入好多嘅猶太宗教嘅文化元素。羅馬時期公元前63年，希布斯成為羅馬人控制之下，將呢一個城市從猶太人文化分離出嚟，就將佢哋列入同敘利亞聯繫一齊。呢一項政治改革使到呢一座城市成為10個主要城市之一。去到公元後66年，因猶太人起義反對羅馬人，而帶嚟呢一個地方好多衝突。去到拜占庭時期第4世紀，希布斯喺359年又成為基督教中心同主教嘅所在地。異教徒嘅廟宇改建為教堂，並且不斷增造好多新嘅敬拜場所。考古學家認為喺拜占庭時期呢度大約有6間教堂，有大量嘅馬賽克地板都發掘到出嚟。可惜去到第7世紀阿拉伯人統治之下，希布斯就開始衰落啦。喺749年發生咗一場大地震，摧毀咗成座城市同其他嘅地方。呢一場強烈嘅地震係將大部分嘅建築物都倒塌、摧毀晒，而且殺死好多人。僥倖落嚟嗰啲居民都搬離呢一個地方。喺聖經提到耶穌醫治趕鬼嘅事情，佢話使到加利利周邊地方人都認識佢。馬太福音第4章25節，當下有許多人從加利利、低加波利、耶路撒冷、猶太、約旦河外嚟跟隨他。最後我相信呢個城市繁華嘅時期，晚上嘅都市夜景一定從遠處睇嚟已經充滿咗燈光。對一個漫長黑暗中行走嘅人，呢啲光就係指明咗方向，照落個道路，直到可以到達呢個城。耶穌就對門徒咁講：你哋係世上嘅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。相信就係指希布斯呢個曾經繁華過嘅城市。多謝大家收睇，願神祝福大家。